大家好，而家嚟講下中醫陽虛質。陽虛質就係陽氣不足、身體溫煦功能弱嘅體質，常見喺怕冷、手腳冰涼嘅人。陽虛質嘅主要症狀包括畏寒怕冷、手腳冰冷，特別係腰背同膝蓋怕冷；精神不振，容易疲倦嗜睡，面色蒼白，口淡無味；食生冷就容易肚脹、腹瀉、小便清長、大便稀爛；性格多內向沉悶，日常注意同調養，保暖最重要，尤其腰部、腳部同腹部，避免吹冷氣同食生冷、冰凍食物。香港健康管理中心推出的補陽火粒就直接針對氣陽虛人士，補腎助陽、通液散寒。熟地黃、山藥滋補肝脾，玉桂、附子溫補腎中之陽。生肖火以生腎氣，可以艾灸或按摩關元，幫助溫陽。陽虛質長期怕冷，及早調理可以改善精神同抵抗力。記住諮詢中醫師先，最好早啲溫補陽氣。多謝收看。